觀。南韓第一大網購商酷澎超過3000萬用戶資料外泄，進一步暴露企業對個人資料保護嘅兒戲以及懲罰太輕等嘅問題。呢一宗南韓歷嚟最大宗資料外泄事件，其實早於半年前已經發生，但酷澎當時毫不知情。到11月18號對外聲稱只有4500宗外泄，大約10日之後先至和盤托出，竟然多達3370萬用戶資料外泄，即較原先公佈嘅多7500倍。外泄嘅資料包括用戶姓名、電郵地址、電話號碼、住址以及過往購物記錄。有網絡保安專家話：呢啲係屬於高質素嘅資料，因為同以往單純只泄露用戶嘅登入 ID 同埋密碼層次唔同。呢啲資料可以令到不法分子更加容易掌握用戶嘅購物同埋生活習慣。更加離譜嘅係，呢次大型資料外泄事件並唔係被龐大嘅黑客集團攻擊，而係由公司內部一個中國籍員工偷走資料。南韓傳媒批評一間大企業內部管理咁鬆散，簡直係匪夷所思。酷澎並唔係首間南韓企業出事，由2014年至2024年10年間，南韓不斷發生大型企業用戶資料外泄，當中包括3大電信商、信用卡、大型網站同埋手機應用程式等。有南韓傳媒統計，呢10年間累積大約有3億宗個人資料外泄。即係一個南韓國民已經歷6至7次外泄，難怪有當地民眾講笑咁樣講，個人資料已經成為公共資產，人人自危。 국민들 개인정보 어떻게 관리되고 있는지에 대한 좀 의심이 많이 들었던 것 같아요. 쿠팡은 사실 거의 대부분 쓰시고 막 로켓 배송 이런 것도 많이 쓰시잖아요. 그러니까 좀 피부로 와닿았던 것 같아요. 이번에 내가 피해자가 될 수도 있겠구나 하고. 南韓點解會成為個人資料冇掩雞籠？大型企業不斷犯同樣嘅錯，而且越演越烈呢？主要係制度上漏洞以及罰則過輕。南韓總統李在明就指示要加強罰則。 과징금을 강화하고 징벌적 손해배상 제도도 현실화하는 등 실질적인 더 실효적인 대책에 나서 주시기 바랍니다. 但據南韓東亞日報報導，企業只要參與保障個人資料自律規則約章，喺發生資料外泄事件嘅時候可獲減罰款。酷澎2年前發生規模較細嘅資料外泄，因為有參與自律規則約章，最終可獲減免大約30億韓元，折合大約1500萬港元嘅罰款。而資料外泄受害人往往會因為避免麻煩同埋支付昂貴嘅律師費用，而唔會循民事訴訟控告大型企業，而會選擇由政府嘅個人資料紛爭協調委員會做中間人，同涉事企業進行賠償調解。但問題係，雙方協調出嚟嘅調解方案根本冇法律效力。企業可以以調解方案不成立為由拒絕執行賠償調解方案。而據統計，當地喺5年間越嚟越多企業以此為由拒絕執行調解方案賠償俾受害人。有評論認為，酷澎呢次事件已經超越保安事故問題，而係已經導致消費者嘅不安同埋信任崩潰。消費者對企業嘅信任遠比盲目追求市場佔有率重要。我哋聽日繼續世界觀觀世界。